2023年秋天要到雲南嘅昆明辦一啲事，咁啊順道參觀下市內嘅大概都係市區邊緣啦，市中心邊緣啦，算做嗰個官渡古鎮啊。咁你就有好多嗰啲佛寺啊，亦都有道觀嘅。咁啊，其中有一間叫做土主廟嘅，入到去一睇咧，佢有好多個間嗰啲廳堂啊，係供奉各種嘅菩薩啊，嗰啲神啊咁嘅。咁啊，其中一間咧就係供奉咗一個青面獠牙、三頭六臂嘅魔神喎。咁咧就其餘嘅咧就有啲就係有啲廳堂咧就係供奉千手觀音啊之類啦。唔好記得，印象最深就係嗰個青面獠牙、三頭六臂嘅魔神啊。跟住咧又順便參觀咗，即係另外一日啦，參觀咗昆明市嘅博物館。咁咧就參觀咗歷史個部分啊，即係歷史廳啊。咁咧就有呢個張聖溫當時呢個大理畫家張聖溫畫嘅嗰啲梵像圖卷啊，即係國畫咧叫做手卷，即係畫咗啲山水啊或者人物畫咁，就可以畫喺一條好長嘅紙上邊，咁咧就可以攤開嚟。平時就捲起咁啊，要睇就攤，就展開咁，叫做手卷啊咁。咁裏邊又係有啲三頭六臂、青面獠牙嘅魔神喎。咁咧於是我就研究下，當時大理國嘅成立同埋佢嘅滅亡咧，就大概係同宋朝差唔多，係公元900幾年到1200幾年咁嘅之間，即係同宋朝差唔多，成300年歷史啊。咁咧，佢原來當時信嘅咧就係密宗佛教嚟嘅。咁我哋知道啦，唐朝密宗係盛行於唐朝嘅，咁啊，但係咧原來到宋朝嘅時代咧，雲南呢個大理當時仲係一個國家啦，未俾蒙古人征服，將佢併入中國一部分啦，就仲係一個獨立國家。咁佢咧就係信密宗佛教嘅，即係同唐朝一樣係信密宗佛教。咁密宗佛教咧就係講到密宗佛教咧，又要講翻去印度啦。印度人咧，佛教咧由婆羅門教裏邊脫胎出嚟，即係所謂物極必反啊！咁縱欲嘅婆羅門教咧，就呢種文化行到極端，就會有一種反對佢嘅文化出嚟，就係佛教啦。佛教就禁欲嘅，咁咧就婆羅門教咧就有種姓制度，佛教就否定世間一切嘅價值嘅，所以無所謂種姓制度，眾生都係平等啦。
咁早期嘅佛教咧就係而家小乘嘅東南亞小乘佛教就保存咗早期嘅佛教早期嘅面貌啊，就係啲和尚係過獨身生活啦，同埋淨係拜一個佛陀嘅啫，其他啲菩薩咧一概唔拜嘅。咁但係佛教咧發展到咗1000年之後咧，大概咁又重新向婆羅門教妥協啦，就產生出呢個密宗佛教啦，或者叫密簡稱密教啦，或者叫金剛乘。咁呢一教咧，佢呢個教派咧，佢嘅特點就係咧，啲和尚可以結婚生子嘅，就同啲婆羅門教祭司一樣，可以娶妻生子，又可以食肉咁樣。不過其實食齋咧就係耆那教嘅首先提倡嘅咁，後尾佛教就抄襲佢嘅啫。其實佛陀生前就從來都冇叫過佢嘅門徒食齋嘅。咁咧就呢個咁我哋就唔好糾纏喺嗰啲繁瑣嘅教義度啦。我哋就係用人類學嘅觀點去觀察，即係我哋評價一個人咧，就唔係睇佢講乜嘢，唔係聽佢講乜嘢，係睇佢做乜嘢。咁啲密教嘅教徒咧，佢哋拜嘅係咩偶像咩神咧？就係除咗佛陀之外咧，就拜嗰啲3頭6臂嘅菩薩㗎，或者個額頭多咗隻眼嘅。咁呢啲好明顯咧，就係抄襲人哋婆羅門教嗰啲神㗎啦，例如濕婆個額頭又多咗隻眼㗎嘛。咁我哋佢見到4面神就係梵天啦，就有4個頭咁嘅。咁毗濕奴有4條手臂咁咯。即係咧，佛教發展咗1000年之後咧，又重新向翻婆羅門教妥協。啲密教和尚咧，同啲婆羅門教嘅嗰啲祭司冇乜分別啦，一樣可以娶妻生子咁樣，又係拜埋啲3頭6臂嘅菩薩其實即係婆羅門教嗰啲神演變出嚟嘅啫。始終咧印度係一個熱帶雨林啦，咁你物產好豐富，因為天氣熱咧，促進啲農作物生長又多雨水咧，咁為啲農作物提供咗啲水分咁樣，所以咧農產品好豐富自然衍生種育嘅婆羅門教文化。主張呢個禁欲嘅原始嘅佛教咧，其實係一種反動嚟嘅啫。始終係唔適合呢個印度呢個熱帶雨林嘅環境嘅。禁乜嘢肉啲生嗰啲咁嘅動植物都咁豐富啲糧食即係意味住啲糧食好豐厚嘛。飽暖思淫欲呢啲係人之常情。所以咧佛教咧就喺呢個印度咧最後都係消弭咗啦。佢只係一種反動勢力嚟啫。咁咧就發展到1000年後嘅密教就係反動嘅再反動啦。即係其實密教咧就係佛教嘅反叛，背叛咗佛教原教旨嗰啲密教和尚又好似啲婆羅門教啲祭司練埋嗰啲巫術嗰啲
嗰啲咒語啊嗰啲咁嘅嘢嘅，咁就變咗密教同婆羅門教冇乜分別啦，所以佢後來都消弭咗。大佛教反而喺中國咧生根喎，並且咧就傳到去日本啊、韓國啊呢啲地方。另外一支就去到東南亞咧，就係南傳上座部佛教啦，即係俗稱小乘佛教。咁點解中國會接受到佛教咧？就係之前已經講過啦，就係因為中國咧就係秦始皇滅六國統一天下之後咧，啲貴族就俾佢殺晒咁樣。封建制度咁冇咧，貴族亦都消失。只有封建制度社會先會有貴族同埋平民嘅差別嘅級。封建制度消滅咗之後咧，就係唔會有貴族嘅呢個社會。咁咧就為呢個佛教眾生平等咧呢種信仰咧，就係提供咗條件啦。因為已經冇咗貴族啦，冇咗階級咁嘅分別。同埋咧中國咧係比較係即係四大文明古國裏面唯一係比較北緯度嘅，冬天好凍。黃河流域係別結冰啊，落雪，即係比較生存條件比較差咁啊。主張禁欲嘅佛教咧就係比較。就為呢個主張禁欲嘅佛教提供咗佢嗰個信仰嘅條件啊。咁咧去到唐朝咧，隋朝咧之後咧，就隋唐咧經歷咗300年嘅5代嘅魏晉南北朝大分裂之後咧，到咗建立隋朝嘅隋文帝咧，佢就一統天下啦。雖然隋朝係好短命嘅朝代但係後來嘅唐朝咧計起咧，大部分都係承襲隋朝嘅制度嘅。佢咧就係經歷咗唐朝有成300年歷史咁滯，都係一個長期統一嘅，維持咗呢個大致統一嘅局面啊，都維持咗成200-300年。咁咧隋唐咧就係其實到後來嘅宋都係盛行呢個密宗佛教，即係向婆羅門教妥協咗之後嘅佛教啦。其實可以話係開放咗嘅婆羅門教啦，因為婆羅門教只限啲高級種姓信仰，咁但係大乘佛教就任何人都可以信咁。咁咧就呢個密宗佛教咧傳咗去日本就變咗東密，咁咧就反而喺中土咧喺唐宋以後咧就衰微咗，咁剩翻西藏仲有啲密宗嘅，即係喇嘛教嗰度啦，就好出名啦。西藏密宗嗰啲喇嘛咧就又係念咒啊，學嗰啲巫術啊嗰啲咁嘅嘢，即係同啲婆羅門教嗰啲祭司冇乜分別。咁即係之前講《金剛經》咧就話就若以聲音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見如來嘛。即係其實原始佛教係唔搞咁多嘢嘅。
咁咧我就唔知道原來雲南都有密宗嘅，佢就姑且稱之做滇密啦，即係雲南簡稱滇啊，或者讀滇嘅人讀三點水一個真字嘅滇密或者滇密啊，原來仲有滇密嘅，係喺呢個可能因為雲南係一個山區啊，一直都係嗰啲漢人好難去到，因為都係啲高山深谷，交通好唔方便，所以咧密宗喺雲南仲可以保留到宋朝，即係大理嗰個形成時代咧就同宋朝同兩宋嗰個時間差唔多啦。咁喺10幾年前咧，我已經遊過雲南㗎啦。咁啊，當時去嘅地方咧仲多啲啦，又去除咗昆明嗰個滇池或者叫滇池之外咧，仲去埋大理嗰個里海啊咁。咁啊，龍門啊、西山龍門啊、窮竹寺嗰啲羅漢都睇過㗎啦。咁就有一次咧，就係去睇一個碑林，個碑林唔知喺邊度啦，唔記得咗。咁咧就其中一塊碑咧就係一個和尚，佢就話自己喺乜避災難咧，就走難嚟到雲南，佢帶埋啲家小走難嚟到雲南。咁即係話嗰啲和尚咧，嗰個時代係可以結婚啊、娶妻生子嘅。唔知係咪嗰塊碑有說明書啦，咁樣講啦，我唔係好記得啦。總之就係嗰塊碑嗰個和尚寫嘅碑文就係佢係有帶埋家小啊，即係嗰啲老婆啊、仔女嚟嘅。證明嗰個當時咧，唐宋咧，密教仲係相當流行嘅，和尚娶妻生子咧就係好平常嘅事嚟嘅。咁咧就點解後來嘅和尚尼姑係唔可以結婚咧？可能都係因為呢個宗教咧，始終都係一門幾好賺嘅生意咯，可以話。即係個和尚佢只係唸下咒啊、誦下經咁就可以得到啲信徒嘅施捨咁，嗰啲信徒嘅捐贈啊，信徒嘅佈施啦。咁啲信徒咧，佢可能咁諗：哇！我捱生捱死，賺翻嚟嘅錢咧就咁俾你個和尚，呢個和尚就係咁誦翻2句經，唸翻幾句咒，咁就幾乎可以係話白白得到我嘅錢。然後咧，你又可以有老婆仔女，甚至去養埋情婦啊咁樣。咁啊好唔公平啊嘛，即係心理上嘅唔公。所以咧就後來嘅中國嘅和尚同尼姑咧就唔準結婚。呢個情形喺歐洲都係發生啊，就係天主教早期咧，嗰啲神父係可以結婚，教皇都可以結婚，因為佢嗰個教皇第一教皇嘅祖宗咧，彼得咧，即係耶穌門嘅大弟子彼得，佢都係有結婚。但係後來咧，因為教會咧積聚咗大量財富之後咧，嗰啲神父咧就好腐敗啊咁樣，即係將教徒捐贈嘅嗰啲錢咧，唔單止啊養老婆，可能出邊就養情婦啊咁樣，所以咧就到咗其中一任嘅教皇咧，就為咗要清除呢種腐敗現象咧，就禁止啲神父啊娶妻生子。所以而家啲神父咧都係唔準結婚嘅，係要過獨身生活。咁啊，中國嘅情形可能都係一樣啊。
所以而家中國啲和尚尼姑唔準結婚。咁咧喺大乘密宗佛教同之前講過啦，《金剛經》係比較能夠反映佛教早期佛教嗰種，即係而家小乘佛教保存嘅顯宗佛教嘅嗰個特性嘅，就係和尚咧就係唔會做練嗰啲法術啊、巫術啊，唔使念咒嘅，所以你見到《金剛經》係冇咒語喎。咁咧就另外一篇咧就係比較出名嘅，全中國人都好流行嘅叫《心經》咧，佢就比較傾向大乘密宗佛教，即係後期佛教嘅。咁啊，佢咧就係有咒語嘅，個篇後邊有個咒語嘅，即係可能就係吸收咗婆羅門教嗰啲祭司嗰啲咁嘅作風啦。咁佢經文咧就都係冇離開佛教教義咧，就係色不異空，空不異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受想行識亦復如是。咁咧就話咧，色同空咧係色空冇分別嘅，色空不異。咁其實咧就暗示話咧，既然空同色冇乜分別，咁就即係可以色咯。即係啲和尚又係可以娶妻生子啦。咁又係可以用啲婆羅門教嗰啲祭司咁啦，念下啲咒啊，練下啲法術啊，嗰啲降頭啊、古曼童啊嗰啲都可以搞。即係你睇下西藏啲喇嘛嗰啲咁，都係好多啲咒術。是諸法空相，不生不滅，不垢不淨，不增不減不減。是故空中無色無受想行識，無眼耳鼻舌身意，無聲色香味觸法，無眼界乃至無語色界，無無明亦無盡，乃至無老死亦無老死盡，無苦集滅道，無智亦無。咁之前講嘅《金剛經》就話係呢個世界上一切嘅嘢都係幻象嘅，係否定嘅，否定我哋睇到嘅世界嘅一切現象咧都係幻覺嚟嘅。咁《心經》咧就認為咧，我哋係可以幻覺同埋呢個色同空不異啊。咁我哋係幻覺咧就係可以，即係話我哋其實係可以色同空不異，我哋都可以識咁啊，即係可以沉迷喺色界裏邊，浸淫喺啲縱欲嘅生，即係好似啲婆羅門教嗰啲祭司咁，係有呢個暗示啊，呢個隱喻嘅。所以咧，《心經》就係《金剛經》係代表佛教早期顯宗嗰個講法嘅。咁《心經》就比較傾向後期佛教發展到後期密教嗰個風格。咁佢後來到篇尾咧就有一句咒語嘅，咁叫做揭諦揭諦波羅揭諦波羅僧揭諦菩提薩婆咁樣。即係佢都係吸收咗婆羅門教嗰啲祭司嗰啲念咒嗰啲方法，即係一種法術咁樣。咁咧就呢啲就係佛教發展到1000年之後，發展到後期咧就係重新向婆羅門教妥協嘅一個證明啦。
佢呢個佛教佢嘅點解佢係一個藉口都好啦，就係叫啲人啲信徒其實可以浸淫於呢個欲界裏邊，滿足各種嘅慾望嘅。咁你係從呢個即係話你咧，即係話叫人你千祈唔好食白粉啊，咁食咗好會有壞處啊咁。即係顯宗佛教就係咁樣。咁密宗佛教咧就唔係啊，即係話你要試過食咗知道嗰種慘咧，你先至覺悟嘅，你先至會。你未試過，你又點知嗰種壞處咧？係咪？喺個壞處裏邊咧，你試過嗰種慘咧，你先知道係壞。所以咧，婆羅門佢就後期嘅密教就吸收咗婆羅門教嗰種縱欲嘅意識啊咁。所以你見到咧有啲歡喜。西藏密宗咧有啲歡喜佛就係一男一女喺度交配嘅像啊咁樣嘅。咁但係早期嘅小乘顯宗，早期嘅佛教即係小乘嘅佛教保留咗早期嘅顯宗佛教咧特色咧，和尚就係要過獨身生活。同埋唔可以近女色啊咁啦，同埋係可以食肉啊咁啊，因為早期嘅佛教咧，佛陀生前從來都冇叫佢啲信徒食齋嘅，咁咧呢樣嘢小乘佛教都保留咗落嚟。咁佛教傳咗入中國數百年。對中國嘅政治制度有咩影響咧？咁其中影響最大嘅咧，就係呢個科舉制度啦。科舉制度咧，據說最早係由隋煬帝或者佢啲謀臣出嘅主意，就係通過考試制度咧嚟到選拔人才。咁咧就自秦漢之後咧，已經廢除封建制度啦，實行郡縣制或者叫做州郡縣制，就係由朝廷咧直接派啲官嚟去地方治理嘅嗰啲民眾嘅。咁但係呢個點樣選拔人才咧，一直係一個問題。漢朝咧就係用選舉制，就係揾當地一啲有名望嘅世家大族啦，嗰啲有聲望嘅嗰啲咁嘅大人物咧出嚟選嗰啲推薦佢當地啲人才俾皇帝俾朝廷咁樣，咁咧就免不了咧有啲私心啊咁晉朝咧就行九品中正制咧，就係一個好嘅例子。咁就變成咗嗰啲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士族。因為推薦嘅人咧都係推薦自己啲子侄親戚去坐嗰啲即係一品、二品、三品嗰啲上品嗰啲官位啦，嗰啲七品、八品、九品嗰啲芝麻官就俾嗰啲平民嗰啲去做咁。咁隋煬帝咧發明呢個科舉制度，後來嘅唐太宗隋煬帝楊廣發明嘅呢個科舉制度，就俾後來嘅唐太宗李世民咧承繼咗落嚟，就
繼續用呢個制度，而且咧就將佢發揚光大咁。咁咧就係通過考試制度選拔人才嘅。咁咧就係本來係有少少封建制度殘餘咧，都係俾呢個科舉制度消滅咗啦。本來嗰個九品中正制嗰個，咁咧就即係理論上咧，一啲平民都可以通過呢個科舉制度、呢個考試制度升上去，做大官啊，做丞相啊咁樣，打破咗呢個氏族壟斷呢個高嘅官職嘅呢個局面啊。咁但係咁佢咧就佢同封建制度啱啱相反。封建制度咧就係你個城主咧死咗咧，個仔就繼承啦，做嗰個諸侯啦個位啦。但係封建制度唔係啊，你考試咧，科舉制度咧，你考試得咗咁啊，你中進士啦，就唔使中狀元啦，狀元就係進士嘅第一名啫。你中咗進士又可以有機會做官啊咁。但係你嘅仔咧就冇得繼承喎，即係你死咗咧，你嘅官位就唔可以由個仔女繼承。你嘅仔女要重新考個試，參加呢個科舉制度先至可以去到如果又考中進士又可以做官啦，考唔中咧就又做翻平民。咁呢個制度咧就有啲似呢個佛教嘅輪迴制度啊。咁佛教嘅輪迴思想其實就係呢個承襲自婆羅門教嘅最先嘅有輪迴思想咧，就係婆羅門教啦。咁即係咧，好似一個人咁佢呢世咧，佢修行修得好咧，佢就成佛啊咁或者成菩薩啦，大乘佛教嚟講。修行修得唔好咧，你個仔女考科舉失敗咧，你個仔咧冇女唔可以考，你個仔考科舉失敗咧，咁就等於係你修行得唔好啊，下一世就投胎做豬、做狗、做牛、做馬咁樣。咁啲牛馬咧，如果佢修行到咧，因為根據佛教咧，啲狗都有佛性噶嘛，牛馬都可以修行噶嘛。修行修得好咧，佢下一世就可以投胎做人咁樣。咁呢個科舉制度就係好唔穩定，即係你今世做大官咧，你啲仔女即係等於你嘅下一世咧，就未必做大官嘅。睇下你啲仔女修行，即係讀書勤唔勤力啊，同埋有冇天聰啊咁樣，就好似一個輪迴制度咁嘅。咁咧佢亦都係呢個科舉制度，亦都係佛教主張眾生平等嘅思想嘅產物。咁因為任何人佢只要通過呢個科舉制度咧，都可以進入仕途做官啊咁樣。即係理論上人人平等咯，即係唔會話，即係就算你係乞衣都好啦，你有本事你喺考科舉考到中進士一樣可以做大官咁嘅，咁就係體現咗佛教眾生平等嘅呢個思想。咁既然佛教發展到後期咧係出現咗密教密宗佛教或者叫金剛乘，其實都係重新向婆羅門教妥協嘅產物嚟嘅。咁咧就能夠代表密教嘅呢個修練嘅係咩咧？咁當然係婆羅門
教嘅瑜伽術啦。婆羅門教嘅瑜伽術咧就係有一招係倒立嘅，就係咧個頭咧個雙手抱頭，咁係以頭同埋呢個兩個手踭呢3點做支點，就倒立。我而家呢個就唔係倒立啦，就係正式嚟講係應該倒立，跟住嚟到支呢3個支點去支撐身體嘅，嚟到雙腳伸直啦咁嘅。咁咧就係一種顛倒陰陽嘅行為啦，可以話將陰陽顛倒。咁啊喺呢個之前講過啦，瑜伽係有好明確是非係黑白分明嘅。咁咧就到咗道家咧就話是非咧係有相對嚟講嘅啫，睇咩情況。咁啊到咗顯宗佛教咧就認為道家嘅所謂相對嘅是非都係唔存在嘅。我哋所見嘅世間嘅現象都係幻覺嚟嘅啫。咁到咗密宗佛教咧，就係顛倒是非、顛倒黑白，即係好似呢個瑜伽術咁啊，顛倒啊，將個人倒立咁，將是當做非，將非當做是。色即是空，空就即是色，咁咧就咁啊呢個密教咧就喺印度瑜伽，即係婆羅門教瑜伽術嗰度，呢個倒立咧就呢一招裏邊咧就係偷師啊，偷到啊就，不過改頭換面就叫做變咗裝法，即係同就嚟到中國咧，就中國人將佢變成一種裝法，即係好似站樁功都係站樁氣功，不過佢就唔係混元樁啊，或者三體式啊，或者伏虎式啊咁啊，呢啲顯宗佛教修練嘅。咁咧就一般人以為冥想就一定係正襟危坐打坐咁樣，一般係咁啦。但係唔係啊，其實任何姿勢都可以冥想啊。你倒立嘅時候都可以冥想啊。即係裝功咧。就唔止一種姿勢啊，唔止3種啊，唔止混元樁啊、三體式啊，即係形意拳嘅三體式啊，或者大啲嘅伏虎式啊，都係形意拳嘅，就唔係嘅，有好多姿勢都得。咁其中一個姿勢就係好耐之前咧，係買咗一本大陸嘅氣功書，叫做《馬家氣功》咧，裏邊咧。佢有好多種功法嘅，咁咧就都好大路嘅嗰啲，但係其中有一篇章咧就係介紹密宗裝法。咁啊，密宗裝法係點嘅咧？就係同一般嘅我哋嘅站樁嘅功法好姿勢好唔同嘅，佢係彎住腰嚟站嘅。咁樣或者側邊咁樣睇啦，彎住腰，雙手就握住拳頭伸直，垂低喺你嘅身體前邊。咁咧就我之前已經講過啦，站樁功咧就係講求形鬆意靜啦，個形體要放鬆，意念要靜。咁咧，你如果係站樁嘅話咧，就伏虎式咁啦嚇。咁你如果係
喺無念嘅狀態咧，你就嗰個反地心吸力就會即刻出現啊！咁咧，你嘅手會向外張開嘅。但係呢個密宗嘅裝咧就係相反嘅，係收縮。你嘅雙手係會向內收縮。我示範一次啊，咁啊雙手握拳垂低喎。當你喺形鬆意靜嘅狀態咧，你嘅手係會不由自主咁向內收縮。係同你練嗰個混元樁係相反，呢個側面嘅睇法啊。咁啊，形鬆意靜嘅狀態之下咧，你握拳嘅雙手咧由垂低變成咗向內拉嘅，即係向心口嘅方向屈。呢個就係密宗嘅樁法，就同代表顯宗嗰個混元樁咧係完全相反嘅。混元樁咧，你練功咧，你個手係向外，你有氣感嘅時候咧，氣就你個手係會向外擴張。佢就相反，佢嘅手係向外收。咁啊，點樣？咁喺呢個格鬥術方面咧，就係點樣將呢個密宗嘅樁法應用喺格鬥術方面咧？即係點樣邊種武術係代表密宗嘅武功咧？就係呢個摔跤啦，日本叫做柔道嘅。咁咧，佢嗰個運勁方法咧，發勁方法咧，就同呢個密宗嘅樁法係一樣。你柔道咧，你就因為以呢個過肩摔做例子啦嚇，雙腳你個敵人喺前面，你雙腳踏前一步咁啊，即係玩柔道咁啊，捉住對方嘅柔道袍嗰啲衣襟，跟住咧你嘅手咧，你嘅腳咧就腳踭就外展，然後一轉身，就將對方咧背起嚟，跟住向前摔倒。咁咧就你嗰個發勁方法就係先向前伸出手嘅，跟住咧就個手咧就向內收，就同嗰個密宗嘅樁法咧係一樣嗰個原理。同呢個太極拳啊，個發勁方法係啱相反嘅。太極咧就係先收，雙手咧屈曲先嘅，跟住咧再好似射箭咁放勁放出去，雙手先伸直啊！手先屈曲，跟住再伸直。摔跤咧就相反，即係柔道啦，係先伸直雙手，捉住對方嘅衣襟，即係踏前一步咯，跟住。腳跟外展，前腳跟住後邊嘅腳亦都向住另外一隻腳拍齊咧，跟住就將對方背起啊，向前摔。咁咧就呢個動作，呢個運勁嘅方法咧，同太極拳道家嘅太極拳咧就係啱相反。咁就同呢個寫行書一樣，行書咧就落筆咧就係側鋒嘅，即係陽嘅，伸咗手出嚟你柔道咁啊，或者摔跤。收筆咧就中鋒啊，就係陰嘅。咁你將對方背起過肩摔嘅時候咧，日本叫背負頭啦，日文啊。雙手係收縮嘅，係陰嘅，先陽後陰。
就好似呢個行書啊，王羲之行書咁啊。落筆咧就側風係陽嘅，收筆咧就係中風係陰嘅，先陰後陽嘅，先陽後陰啊，同太極先陰後陽啊啱相反嘅。咁所以咧，日本叫摔跤做柔道就係冇錯，係相當貼切。因為佢最後都係陰嘅，佢雖然開始係陽啊，但係佢最後咧都係陰嘅，先陽後陰。喺氣功學上嚟講咧，都係算係陰嘅。所以陰咧就係柔啦，陰柔柔道啦，所以叫柔道，就唔會叫剛道啦，係咪？剛道就係空手道啦。咁呢個就係代表密宗佛教嘅武功摔跤，同埋呢個代表密宗文化嘅行書嘅中國嘅書法行書嘅書法同埋呢個摔跤嘅關係。所謂語言係文化嘅載體，文字都係文化嘅載體。咁隋唐係一個盛行密宗佛教，簡稱即係密教流行嘅時代。咁當時嘅能夠代表密教嘅字體係咩字體咧？答案就係行書字體啊！咁咧，當中嘅代表人物咧就係王羲之啦，就好出名啊。唐太宗咧就係最中意王羲之嘅書法㗎。咁之前講到咧，喺魏晉南北朝咧，紙張已經係廣泛咁流行啦。啲人咧就好普遍咁樣用紙張寫，用毛筆寫字，唔再好似秦漢咁用竹簡寫字啦。咁佢哋初時因為紙張比較薄啊，比較輕啊，所以咧佢哋落筆咧要握住張紙，咁啊變成咗側風落筆。而收筆咧就承襲翻隸書嗰個收筆方法，用側風收筆嘅。但係咁樣寫咧，寫出嚟就速度好慢啊。後來咧有人發覺咧，其實收筆係唔使再握住張紙嘅，即係唔使用側風收筆，用中風收筆都得嘅。即係落筆咧依然係握住張紙用側風，但係收筆咧就可以用中風收筆。咁樣咧啲字寫嚟就快速啲。咁咧就當時嘅代表人物啊，即係寫呢種筆法嘅人物，即係表者就係王羲之啊，佢啲行書啊。王羲之同埋佢仔王獻之啊都好出名，不過佢老豆出名啲，其實佢仔都好出名。咁樣咧就佢呢種筆法咧就係後來發展到極致就變成草書啦，代表人物就有懷素和尚啦，同埋張旭啊嗰啲狂草啊咁咧就。但係咧就有一個人咧，佢就用王羲之呢種側風落筆、中風收筆嘅筆法咧，就寫啲好工整嘅，即係好即係四四方方啊、整整齊齊嘅字啊，即係好似以前嗰啲對上嘅魏晉南北朝嗰啲魏碑，或者再上啲漢朝嗰啲隸書嗰啲碑咁樣。呢個人就係顏真卿啦。咁咧就
佢寫嗰啲咧就方方正正嘅，寫喺碑嗰度。咁咧就好似嗰啲以前南北朝嗰啲魏碑咁嘅字體。不過你如果細心留意咧，佢嘅筆法咧同王羲之都一樣嘅。佢落筆嘅時候咧就係用側鋒落筆嘅嗰啲筆畫，然後收筆嘅時候咧就係用中鋒收筆。所以有啲書法評論家咧話，顏真卿咧同王羲之係同一個流派嘅。咁啊，呢個係好有見地嘅講法啦。咁咧，所以咧，行書咧就係可以代表中國啊密教流行時期嘅隋唐宋，甚至後來嘅宋咧都係呢種咁嘅側鋒落筆、中鋒收筆嘅呢種筆法，就係代表咗嗰個密教流行嘅時代嘅書風啊、書法嘅風格。咁之前講到咧呢個魏碑體楷書咧，佢係以太字為例啦，落筆咧就側鋒嘅，收筆都係側鋒。撇都係啊，撇捺都係噶，落筆側鋒，收筆側鋒。撇係側鋒啊，捺又係側鋒，落筆側鋒，收筆側鋒。咁好代表顯宗佛教至陽至剛嘅特性嘅。即係好似《金剛經》咁啊，無堅不摧。咁咧佢係呢個代表顯宗佛教啦，呢個魏碑體楷書。咁但係後來啲人咧發現咧，呢個係可以發現佢咁樣寫法咧係好慢啊，即係係你要握住張紙啊，係冇錯。因為之前咧用竹簡寫咧就用隸書筆法，竹簡係硬噶嘛，咁你就落筆可以中鋒，收筆就側鋒。咁如果用咗紙張書寫咧，就變咗落筆要握住張紙，收筆其實係唔使握住張紙嘅。有人發現咗呢點之後咧，就創造出呢個落筆用側鋒、收筆用中鋒嘅筆法。其中最表者嘅就係王羲之啦。而家咧就寫埋啲點先。而家就示範下呢個行書啊，即係代表密宗佛教，最能夠表現密宗佛教嘅呢個行書啊。咁咧落筆咧就係側鋒嘅，然後咧收筆咧就中鋒。撇同埋捺都係啦，落筆側鋒，然後咧就收筆咧就係中鋒收筆。咁可以寫得快啊，即係好似柔道咁啊，好快啊！你代表密宗嘅摔跤或者係柔道啊，動作可以好快啊！咁呢個魏碑咧就好似空手道咁啊，好慢啊，因為你係硬橋硬馬啊嘛，硬
咁啊自然就慢㗎。咁你柔道咧就摔跤嗰啲就可以好快手啊，好快速。咁就係因為佢嗰個落筆同收筆係用側鋒定中鋒嘅關鍵啦。呢個落筆側鋒，收筆中鋒，落筆側鋒，收筆又係中鋒，咁咧就寫得快啦，亦都係代表咗密宗佛教嘅精神啊！先陽後陰嘅，即係落筆側鋒就陽啦，收筆中鋒就陰啊！即係收筆落筆陽，收筆陰，先陽後陰，終究都係陰，所以摔跤就叫做柔道啊，因為佢最後都係陰，都係柔嘅。同太極拳係啱相反嘅，太極拳嘅發勁就先陰後陽，同即係寫代表道家嘅隸書一樣啊，係落筆用中鋒係陰，跟住收筆咧就係用側鋒係陽嘅，先陰後陽。由於佢最後都係陽，所以咧太極拳都係屬於陽剛嘅武功嚟嘅。咁就一般人以為太極係屬於陰柔咧，就係錯，即係呢個觀念係錯誤嘅。柔道啊，即係摔跤先至係陰柔。